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的俗语教室。人俗语咧讲咧，先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踏叉啥人无。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咧？头前迄半句先人拍鼓有时错的先人咧，就是先生啦。伫咱人的认知内底咧，先生应该是足厉害、无所不能，应该嘛是袂做毋着代志的。毋过，遐尼厉害的先生呢，伊咧拍鼓有时阵嘛会拍毋着去，这就是甲咱讲先生嘛是会犯错的。后半句骹步踏叉啥人无，佫是啥物意思咧？咱甲咱的人生呢，看作是一条直直长长的路，咱若是照这条路直直安尼行过，一定会足顺利的。毋过人生哪有遐顺利的？咱人加减拢会做毋着代志，会行去到毋对的路。毋过行毋着路，做毋着代志无要紧，重点是爱晓反省，爱行转来正确的路。好，先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踏叉啥人无？这个俗语是咧讲啥物咧？其实就是咧讲吼，你看先生遐尼厉害，遐尼无所不能，伊有时阵拢会出错，会做毋着代志。安尼咱普通人咧做毋着代志，一定嘛是定定有诶。其实这句俗语主要是用来口劝安慰人诶。有一寡人做毋着代志，一定会感觉足伤心、足郁卒、足后悔诶。这个时阵咧，边仔诶人就应该甲伊安慰，爱甲伊讲做毋着代志无要紧，咱人拢会犯错，谁无犯过错咧？犯错无要紧，重点是一定爱会记得这个教训，爱甲伊改过来，以后莫阁犯同款的错误啊！唉，你是安怎啦？哪会伫咧吐大气咧？我着昨昏开车开伤紧去互翕着啊！哈，你哪会遐尼无小心啦？安尼上少爱互罚清理呢？唉，好啦，无要紧啦，莫伤心啊啦。先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踏叉啥人无？以后较小心一点就好啊啦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，先人拍鼓有时错，骹步踏叉啥人无是啥物意思？要安怎用啊？吼，安尼大家若是阁有啥物想要学的俗语咧，嘛拢欢迎来甲我讲哦。好，安尼今日影片就到这，你若是有介意的话咧，莫袂记得帮我试赞，阁来帮我分享出去。还要订阅的观众朋友嘛，还袂记得帮我试一下订阅，阁来记得拍开边仔迄个小铃铛，安尼才能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。另外，Lisa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